道说他是这个我都不会跟他见面，不要这样。过去了解我是因为有了军中介绍过程，因为他就是宗教练的，而且他是他是想法这个教会，而且圣光会在宗教界是然后他的职务就是圣光会的秘书长，所以说。那现在以巴虽然法国大还说你是中共在一直来养，会不会觉得说也是拉了一个火圈？那也这个绿营承担不起，那主要就是说就是他们其实没有想到说，他们说香港有它的可及性和便利性，应该要进行审判。如果需要我们协助，我们都愿意给他协助，但不是让重犯随便拍拍照，来台湾又不是来身体检查。过去他完全不理不睬，现在态度比变。当然，后面有中国，同时企图用送来台湾合理化他的送中条例，我们不会上当。就想请教一下，那个陈家彤他明天就要出狱了，那他如果直接搭飞机来到台湾，法务部是说会直接把他逮捕，但国民党立委就质疑说，您昨天说到的司法互助，这样是不是有点破功的情况？等于说他直接就走过来了。这个案两边都有管辖权，但杀人的人在香港，被害人家属在香港，现在关在香港监狱。香港有它的可及性和便利性，应该要进行审判，而且进行追诉，不应该让司法有空窗期，让重犯到处拍拍照。如果需要我们协助，我们都愿意给他协助。如果香港政府要跟我们司法互助，把相关的证据、调查的资料、笔录及去搜索的所有的状况给我们，我们台湾也会来加以审判，但不是让重犯随便拍拍照，来台湾又不是来身体检查，让那个这个一定要有相关证物才能判，否则来也没有办法进行，反而他随口乱说，那相关证物很多都在香港等等。我们要求司法互助，所以有责成法务部跟陆委会，跟香港来谈司法互助总各方面的事情。过去他完全不理不睬，现在态度比变。当然，后面有中国，同时企图用送来台湾合理化他的送中条例，我们不会上当。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香港政府能够回应香港民意的要求，对于反送中条例好好处理，不要借这个案政治操作。徐国勇监控管浩明有掌握到吗？谢谢。